大家好，歐文翻嚟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會開呢個烈慾狂火 X 嘅加值組合嘅。咁我哋而家先睇個盒先啦。咦，好似同之前唔同嘅喎，係冇咗嗰個層保護膠嘅喎，淨係得一個封條呢度嘅。咦，佢呢度講咗佢加值組合同普通盒有咩分別啦？咁首先咧，佢係有40包嘅，即係一盒30包。加埋佢裡面加值組合嘅10包，跟住有一個單卡收藏框，同埋一個特典卡包嘅。咁特典卡包裡面咧有火嘅啦、超嘅啦，同埋一個嘅惡屬性嘅。咁我哋而家即刻開箱，咁搣開咗個封條啦，就即刻睇下裡面有咩先。哇！一個收藏框同埋一個特典卡包啊，跟住裏面咧就係有我哋嘅40包烈慾狂火 X 嘅卡包啦。咁我哋而家即刻首先開咗呢個特典卡包，睇下會出啲咩啦。而家咧就睇下佢究竟中啲咩啦。係蒼響啊！烈慾狂火 X 嘅特典卡，咁佢咧3張可以打到140嘅，咁後面咧其實都係一啲閃 N 啊，係閃暗 N 啊，沙律我一定要中啊！但係可惜我冇打沙律朵嘅。咁好啦，而家即刻開卡，攞出嚟先。咦？裏面仲有一個盒嘅喎，咁而家即刻開咗呢10包先。而家開第一包啦，第一個祖魯草、毒電鷹、小海獅、月骨的一步棋，同埋直衝紅。好，第二包。哇 ！AR 中咗，竟然真係中 AR 啊！連舞小童、火恐龍、銅鏡怪、炭小事，哇！70血嘅真係補分可以捉到出嚟，哇！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揾我收下嚇。跟住就係火焰鳥啦，第3包 EX 天蠍、臭臭花、流拉，跟住就係咩 EX 咧？夢妖魔 EX， 漩渦現靈，只要呢隻寶可夢喺戰鬥場上，每次對手戰鬥寶可夢回到決戰區時，將身上場嘅寶可夢混亂。跟住6支魔火150打，若希望從插牌抽卡直至手牌滿6張為止。哇！玄溫山谷就算進化退化，中咗混亂都係混亂噶啦。跟住，哇！先冇嘢。卷卷二、爆潑、利牙魚、番刺蛇同埋布納細草嘅。哇！又一張 AR， 科王子、黑眼鱷、臭臭花。咦？來電汪、吹火人呢張勁嘢啊！從手牌攞最多7張火能量卡，俾喺對手睇過後加入手牌，重洗牌庫，攞7張啊！即係代表賽富豪又可以再執7張，即係代表咩咧？可以直接打到350啊！再加埋開頭嗰個超級噴火龍 X 係好有用嘅。咁如果等陣間中咗超級噴火龍 X 嘅話，就俾大家睇下啦。好，跟住睇下啦。OK， 白卡、流拉、白海獅、盤丁、天蠍王、蒼炎人鬼。喺手牌選擇4張火能量卡抌嘅話，就可以打到220，一張220喎。哇！又一張勁嘢，蒼炎人鬼，哇！不嬲就勁啦，蒼炎人鬼仲要同佢再增強，唔係啊嘛？
嗷睇下先。卷卷二利牙魚夢妖，哇！萊希拉姆4張打240至食60，青銅鐘。EX 唔係喎，等陣先呢個邊哦 EX 逐電犬波加曼木面球，哇！超級噴火龍 EX 中咗啦！哇，冇諗到第十包都中喎。咁同大家講下啦，烈慾狂火 X 90×2嘅。咁從將自己手場上寶可夢身上附加嘅任意火能量丟棄，造成其張數90，即係代表加埋呢個吹火人，再加埋嗰張咩啊花舞鳥 EX， 哇喺打630，哇邊個打得過啊？630喎！二階進化630，加埋而家嗰個超勁嘅噴火龍太晶噴火龍，哇！真係諗唔到有幾勁。小光喺自己牌庫攞基礎卡、一階進化寶可夢卡同埋二階進化卡各一張，喺對手看過後加入手牌。啊咁勁！即係一個茶波攞基礎寶可夢。跟住佢嗰個茶波咧，仲可以攞埋一階同埋二階，即係加埋嗰個活力森林咧，可以直接進喎。哇！嗰個棉花花會勁成點啊？哇！真係全面強化喎，超級足。好啦，跟住最後一把波王子。大鱷蟻木棉球肯泰羅達摩分發冇先。好，來電汪小火龍80血，但呢個係唯一一個缺點嚟嘅，因為80血嘅話補分係捉唔到嘅。跟住蛇紋熊啦、流紋鱷、霸王花同埋。咁裡面呢個盒咧就會有個保護膠膜嘅，咁而家即刻攞出嚟啦。我而家就開原盒嗰包，好似第一包。咬齒利牙魚、兔兔犬、北海獅，哇！千元一粒，呢元有用嘅。抌一張惡能量就唔係填一張喺牌庫填一張惡能量，擺俾備戰區嘅惡寶可夢，跟住擺2個傷害字先嘛。咁之後咧會有一個大流拉會有用嘅。樂天河圖 AR 黑眼鱷逐電犬小火龍，哇！又係你啊，來電汪小光睇先 OK。女降龍蛇紋熊夢妖納摩忽忽半可丁，哇！哦，拗字納西草布缽火恐龍萊希拉姆神聖護符，受到對手擁有特性嘅招式傷害減30。好，小愛斯銅鏡怪超音波任意蟲雲遠山谷流紋鱷嚟 EX 流拉烈焰同時天蠍超級長耳兔 EX 啱啱擺上去嘅話就增加170點，跟住佢遞上去160點嘅話，真係230滴血，跟住第二招打160，不計算效果穿傷裂腿 EX， 好有可能就係我哋嘅花舞鳥啦，黑眼鱷、臭頭花、來電汪，係咪咧？係啊，花舞鳥激動渦輪就係如果場上有超
超級進化寶可夢咧，就 EX 咧就可以任填火能量，即係加埋我哋啱啱嘅送火人咧，就可以直接填7張落去備戰寶可夢度啦。好，跟住就係布納細草、波加曼、木棉球、卷2、昆蟲角落查克特、直衝熊、利拿魚、夢妖、波王子、火焰鳥、飯池蛇、白海獅、胖丁、熟電犬、達摩狒狒、月骨的一步棋，我係出咗小火龍、蛇紋熊、流拉 SR 嘅高溫燃燒器。抌一張火 N 嘅話咧，就可以抌咗抑或係對面嘅寶可夢道具卡、特殊能量卡同埋競技能量卡競技場卡選擇一張抌嘅。好，跟住就係帕底亞肯泰羅、圖圖犬、連葉童子、來電汪。哇！出咗啊！雙方對戰所有備戰寶可夢唔會受到對手招式同特性嘅後果而被放置傷害物出嚟啦！我哋自爆同埋多龍嘅黑星，我哋一定會擺4張啊！你哇呢個基本上係成副嘢，基本上係最勁嗰批啦已經。哇！竟然俾我出到勁啊！女鋼橋龍。哇！呢個一定擺喺度啦。A.R. 布缽豆蟋蟀、火恐龍、托哥德馬爾、象牙豬、溫溫鱷、大鱷蟻、長尾怪獸、高溫燃燒器、蜂妖精、小山豬、立細草、托哥德馬爾、來天河同火焰蝶、卷2、布缽、利牙魚、爆花、山谷，哇！咁多張山谷嘅長毛豬、連葉童子、長尾怪獸、流紋鱷、超大冰淇淋，將自己身上附有3個以上嘅能量嘅戰鬥寶可夢回復380 HP， 哇！係都幾勁喎！嘿，天蠍、臭臭花、流拉、直衝熊、青途中、連帽小童、火恐龍、銅鏡怪、蜂妖精、女鋼橋龍，呢個係波王子、大鱷蟻、木棉球、EX 好彩、巨牙鯊。有傷害呢第2招有傷害小動物嘅話就增加150，咁佢本來底傷已經係120噶，咁加埋咧就係270啊，咁加埋我哋啱啱嗰個戰音力員係啊，就非常之勁嘅，都係270嘅攻擊力喎，番茄石、走路草、毒電鷹、小海獅、巴布圖缽、小光、女鋼橋龍、逐電犬、黑眼鱷。SR 咩嚟啊？SR 克拉克羅斯 EX 嘅超級進化、超大冰淇淋。爆配，小山豬、混鱷、火控不倒翁、天蠍王、火焰鳥、長毛豬、卷2、嘆小事、波加曼、神聖護符、銅鏡怪、大鱷蟻、走路草、水軍。若自己場上嘅水能量有4個，就增加90，真係120都好喎。半河丁、霍哥德馬爾、毒電鷹、暴肚缽、夢魘魔、
馬騮拉，啊係喎，馬騮拉呢個勁啊！呢個又若自己 HP 為50以下咧，就增加170，佢抵傷20，即係點咧？加即係打幾多？190喎！哇！你一階進化打190仲勁過其他有某啲勁黐線嘅，呢個又係配埋啱啱個戰音兔手花、小海獅、門丁、女港橋龍、高溫燃燒器、封面球、波王子、蛇紋蠔、三個蜻蜓、月骨雞每一步棋。鬥蟋蟀、波加曼、問鱷、超大機器人、蒼蠅鬼。就靠最後呢個啦，一定要同我包配啊！包配！天蠍、長尾怪獸、火紅不倒翁、吹火人都 OK 喎。直衝紅咁佢俾我嗰10包咧，就中咗2張嘅 AR 啦，同埋2張嘅 RR 嘅。咁佢原盒咧都係維持一貫嘅水準，就係3張嘅 AR 啦，1張嘅 SR， 1張嘅 Pokéball SR 啦，同埋1張由上打開始嘅 SR 物品嘅。咁就係仲有4張嘅EX。嗱，而家就開第2包嘅特典卡包啦。睇下先，中咩咧？究竟係而家又係你嘅倉響，不過佢個卡嘅插圖都係幾勁幾型嘅，跟住咧都係5張嘅Aman啦。好啦，跟住咧就即刻開埋個10包先啦。第1包，哇！第1包係中 AR， 希望再中一個慳少少 AR， 鬥蟋蟀嘅 AR 啦。跟住就係伴我丁出嚟啦 ，SAR 咯，出嚟，鬥蟋蟀、火恐龍、圖犬、神聖護符、天橋王、連葉童子、來電魔、小火龍、火焰鳥、超大冰巨人 ，SAR 邪紋熊啦、漏拉啦、白海獅啦、雙尾怪獸啦。番刺蛇，雙尾怪獸，嚟睇下啦，伴丁啦、逐電犬啦、波加曼啦、小光啦、空妖精，睇下啦 ，AR 卷卷二炭小線、小山豬、3個蜻蜓，哇，都幾型下，係咪先？係咪型先？好嘅，SR 真係出咗喎！問我火紅不倒翁、女光龍 SR 人嘅 SR， 哇！小光 SR， 勁啊黐線嘅！哇！呢個賣出嚟絕對超多錢。哇！呢個小光嘅 SR 黐線啊，裂腿喎！一睇，哇！呢個咪小光，跟住逐電犬、黑眼鱷、波王子、青銅鐘，又中競技場喎！佢呢度都會出競技場咩？竟然係啦，最後力包大鱷蟻、木棉球、走路草、駱駝冇 EX， 攞2張道具嘅可以，唔係喎，可以博2張道具喎，啊，咁勁！好啦，最後一張，就中咗啫 ，SR 咯。O唔 OK 先？讀電鷹、小海獅、連帽小童、天橋王、吹火人。嗱，呢個咧就係我哋而家10包開出嘅嘢啦。一個
兩個 AR 啦，一個 EX， 同埋竟然出咗一張閃光嘅 SR 啊！發達啦咁鋪，咁好啦，就開呢個圓盒噶啦。哇！開門號，小 IC 換丁，托哥德馬爾，寶可夢交替，個寶可夢交替喎！啊！寶可夢交替，哇！唔係話呢個又係賺得錢喎呢個，呢個寶可夢交替你諗下有邊副唔落嘅？好多副都落噶嘛，係咪先？發達啦咁鋪又係開門紅，開門大吉，大鱷蟻，走路草，長毛豬，流氓鱷，霸王花，讀電鷹，報土撥，同嘅怪又係你嘅，好似三個都有你喎。來電王，寶立細草，卷卷葉，嘆小事，小山豬。哇！蒼響喎，呢個插圖真係幾勁下。天蠍王，哇！咁好大鑊啦。運運樂，火紅不倒翁，女江龍 ，SR，超級克拉克羅斯，喂！又係你嘅？上一盒好似先見過你嘅喎，點解又嚟嘅？搞錯啊！咦？出現鬼？唔係喎，咁其實佢已經開咗兩張 SR 啦，咁其實開嚟都冇用噶，咁我直接報個賽報果俾大家聽啦。嗱，呢個咧就係我哋第二盒嘅戰績啦。對於我嚟講咧，只不過係略勝於第一盒嘅。咁我哋咧由開頭嗰10包咧有2張嘅 L 啦，1張嘅 EX， 同埋咧我哋呢盒基本上係回上本噶啦，就係呢張閃光嘅 SR。跟住咧就係我哋嘅圓盒啦，咁就都係一個樣啦，就係3張嘅 L 啦，1張嘅唔係物品嘅 SR。同埋1張物品嘅 SR， 跟住咧就係我哋最比較勁嘅花木鳥啦，超級噴火龍啊，超級巨牙沙啦，同埋駱駝帽 EX 嘅。大家咧就諗下，究竟嗰個加10包咧，又係值唔值得嘅咧？咁好啦，我哋下期視頻見，拜拜。